1、2、3，老師講你知。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又到咗聽故事嘅時間啦。今日要講一個好特別、好神奇嘅故事。呢個故事係關於一個叫子瑜嘅小女孩，喺平安夜，佢竟然去咗睇耶穌 BB 出世啊！係咪好犀利呢？你哋準備好聽未啊？喺故事開始之前，我哋一齊讀一次個書名啦。見證平安夜，馬槽邊的小天使子瑜，作者123老師。12月24日平安夜，教堂入面好熱鬧啊，因為大家都忙緊練聖誕劇。子瑜今日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，就係扮演幫助瑪利亞嘅小天使。排練之前，扮演瑪利亞嘅姐姐拎住一塊好軟、好溫暖嘅白色布行過嚟，同子瑜講：你可唔可以幫我保管住呢塊布啊？等陣我哋就會用呢塊布嚟包住小耶穌 BB 㗎。子瑜好小心咁接咗塊布，覺得佢摸落去真係好舒服啊！呢個時候仲未開始排練，子瑜就坐埋一邊，攬住塊暖粒粒嘅布。子瑜都喺度諗，如果用呢塊布包住一個真嘅 BB， 一定好舒服好暖啊！諗下，子瑜佢越嚟越眼瞓，最後佢竟然攬住塊布瞓着咗啊！布發出柔和嘅藍光，包住子瑜。當佢擘大眼，哇！佢自己已經唔喺教堂入面，而喺個天空上面飛緊啦。大布帶子瑜去咗一條古老嘅街道上面，周圍嘅屋都係用石頭整㗎。嗰時候，子瑜見到一對好攰嘅夫婦。咦？乜佢哋件衫咁似約瑟同瑪利亞嘅？等我過去望下先。跟過去之後，見到佢哋去咗一間旅店門口，佢哋問個老闆：呢度仲有冇房可以俾我哋住一晚啊？個老闆係咁搖頭話：對唔住啊，成個伯利恆都住滿晒人，真係冇房啊！呢度就係聖經所講嘅伯利恆，而呢對夫妻係真正嘅約瑟同埋瑪利亞。咁瑪利亞肚入面嗰個一定係耶穌啦。子瑜靜靜雞咁跟住約瑟同埋瑪利亞，因為佢真係好想知瑪利亞肚入面嗰個係咪真係耶穌 BB 嚟。就喺呢個寧靜嘅夜晚，瑪利亞姨姨生咗一個好可愛嘅 BB 啊，係真係叫做耶穌。約瑟佢好忙咁用啲乾草去佈置個馬槽，想俾耶穌 BB 瞓得舒服啲。佢揾極都揾唔到一塊舒服軟嘅布包住耶穌 BB 啊，急到成頭都係汗，點算好呢？仲需要一塊布嚟包住耶穌啊，等佢可以暖啲，瞓得舒服啲啊。子瑜望住自己手上面嗰塊白色嘅布，諗起，咦？我呢塊白色嘅布咪可以用嚟包住耶穌咯。佢鼓起勇氣行出嚟，咩都冇講，就即刻將塊布遞咗俾約瑟，等佢可以用嚟包住耶穌 BB。約瑟好開心咁接咗塊布，講：多謝你啊，小朋友，你幫咗我一個好大嘅忙啊。跟住佢哋就用子瑜嗰塊白色嘅布，將耶穌 BB 包起，放咗入馬槽裏面。BB 被一塊軟腍腍、好舒服嘅布包住，好快就瞓着咗啦。子瑜望住耶穌 BB 瞓着咗，覺得個內心好安穩、好平靜、好舒服，而呢種感覺就叫做平安啊。突然之間，伯利恆城外面個山坡，成個天空都好光啊！周圍嘅人同埋牧羊人都一齊聽到天空上傳嚟好美妙嘅歌聲。呢啲咁美妙嘅歌聲係嚟自天空上面嘅天使，
佢哋話俾四周圍嘅牧羊人聽，原來呢個 BB 即係耶穌，佢係會為全世界帶嚟平安嘅救世主。所以12月24日耶穌出世呢一日就叫做平安夜。子瑜明白啦，原來平安夜就係為世界帶嚟平安嘅救世主耶穌出世嘅一日。子瑜去同救世主耶穌 BB 約瑟同瑪利亞講拜拜，因為佢知道佢準備要返返去屬於佢嘅世界啦。有一道好溫柔嘅光芒包圍住子瑜，將佢好溫柔、好舒服咁送佢離開。子瑜再擘大對眼，咦？佢發現自己竟然仲喺教堂度，原來佢只係發咗一場夢啊！佢低頭一睇，佢仲係緊緊咁攬住嗰塊白色嘅布。子瑜好開心咁去搵媽媽，同媽咪講：媽咪，我頭先去咗伯利恆，我仲俾咗塊布約瑟，等佢可以用嚟包住耶穌 BB 啊！呢個時候，子瑜學識咗，原來平安夜最珍貴嘅禮物，係可以用自己一份小小嘅心意，將溫暖同埋平安傳遞俾其他人。小朋友，你哋話係咪好神奇呢？原來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好似子瑜咁，成為傳遞平安同埋愛嘅小天使㗎。小朋友，講個秘密俾你聽啦。其實子瑜佢都係12月24日平安夜出世㗎。我哋一齊祝耶穌同埋子瑜生日快樂啦！